琴晚我哋講完大超主同將軍衙署，就返酒店唞。雖然報咗5日團，但第一日淨係接機同送機，之後自己行真正嘅行程，今日先至開始。今朝食完早餐就執好行李出發去草原啦。第一個站就係烏蘭哈達火山群。我哋先去5號火山打卡，即係影相留念嗰種。企喺山腳望上去，成座火山都好有氣勢。一路走進鮮花遍野嘅草原，住蒙古包跳篝火，做一天真正草原嘅兒女。我哋首先到達烏蘭哈達火山群，呢度有30座火山散落喺呢個草原上，望落去好似一串黑色嘅珍珠。6號火山可以慢慢漫步，周圍都係黑褐色嘅火山石，地勢起伏，真係覺得自己好似行咗喺月球嘅表面，好荒涼又好震撼。我哋喺6號火山狂打卡。6號火山露出紅褐色嘅山體斷面，開車沿途見到輪廓清晰嘅錐體火山。從火山出嚟，我哋驅車前往輝騰石勒草原。行完之後，我哋就去餐廳午餐。餐廳有免費嘅蒙古服裝供應我哋着，有啲扮王爺，有啲扮福眾。大家笑到肚都痛埋，玩得好開心。玩完一輪，我哋先真正出發去輝騰石勒草原啦。去到草原，我哋先睇咗一場騎馬演出，真係好精彩。呢騎士喺馬背上翻騰，成個畫面呢好似睇緊電影咁。轉個圈，我哋又到草原滑草，感受嗰個速度。夏天開滿野花嘅輝騰石勒草原，呢片草原屬於典型嘅高山草甸。乘上草原窄軌鐵路火車，綠草野花襯托人都美啲。彩色嘅列車緩緩穿行，慢慢欣賞窗外嘅無邊際草原風景。當地嘅牧民牽引傳統大車馬拉車，瞬間讓我哋代入咗草原民族。轉瞬間已步行咗20分鐘，不知不覺咁已經到咗黃花溝，準備喺溝底乘吊車上山，用上帝嘅角度俯瞰呢片草原，兩側嘅岩壁同奇石進入眼簾，垂直穿越呢個壯觀山谷。我哋班長者試咗滑草車，由高處滑落山，跟住我哋坐火車，落咗火車又轉馬車。坐完火車再轉纜車，成個換乘接龍咁，行程充實到爆。玩完都差唔多晚上7點啦，我哋先抵達蒙古包酒店。今次蒙古包酒店有廁所，原本仲有下馬酒同火溝晚會嘅，但太夜啦，我哋都冇參加到。我哋玩到好攰，但係好滿足。內蒙嗰種遼闊同好玩，真係你要親身嚟到先至明白。如果各位觀眾對呢集有咩問題想問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分享。